今日不给众仙君一个交代，之后人人都想冒充上神。众仙家有所不知，北海上君青木与天宫公主景昭情投意合，景昭便以龙丹相赠。我与天帝见此情景，方才下旨赐婚。不料短短数日，此事竟生变故。青木，既然你执意要退婚，就该归还景昭的龙丹才是。天后这般颠倒黑白，委实可笑的很啊！哼，后池，莫要以为你有上神之名，就可以在众仙面前犯不敬之罪。这里是天宫，不是你的清池宫。我瞧着天帝天后护女心切，也是用心良苦，我就不道出实情了，以免折了天帝的颜面。我清池宫一向有恩必还，有债必清。其实天后不提这份恩情，我也是要还的。是吗？那你说说，你该如何偿还？我父神古君是蛟龙之躯，那么我自然也是。景昭少了一颗龙丹，我还他一颗便是。后池，你胡说什么？没龙丹，日后你如何修炼？日后有你护着我，我修不修炼又如何呢？等此事了结，我们就回清池宫。父神和伯玄那么疼我，一定不会怪我的。后池，你要做什么？莫要为我做傻事。我才不傻呢！原来你早就计划好的。仙侣之间应该不分你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后池。我的龙丹，她果然不是古君的女儿。后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天君、众仙君，古君乃蛟龙之体，本君乃彩凤之躯。若她真是舞女后池，体内怎会连颗内丹都没有？以本君看，堂下必是个欺世盗名、冒充上神、祸乱天宫之人。她体内并无龙丹，还有什么可调查的？倘若本君今日不给众仙君一个交代，之后人人都想冒充上神。秦牧，你胆敢在天宫放肆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本尊信他时，他便是。旁人谁说都没有用。欠天宫的龙丹，还了便是。天地在此，诸仙在侧，请允许在下登上青龙台，受7749道天雷入体，将景昭的龙丹完璧归还。秦牧，后池，信我。这不是信不信你的事情，天雷的折磨会让你丧命的。我不想欠人情，我只想和你简简单单的长相厮守。如若相守会让你失了性命，那我宁愿不和你在一起。后池，我不会轻易死的，放心，相信我。